点，安尼叫比安尼嘛不算，安嘛不算啦。对，安尼8点。阿公阿嬷跋着18头啊，行伫咧古早市场中境内，记一瞬间转去到过去的年轻岁月。华山基金会南区天狮站庆祝建在18周年，特别带领受照顾的长辈来到盐埕博物馆游览，和真侪无出门佚佗的长辈，每一位拢感觉到欢喜甲趣味。因为毕竟老人古老吼，拢较孤单嘛，有这个活动会当出来，大家会当大家安尼做伙，安尼出来佚佗的安尼，感觉嘛真快乐。除了甲善事义工共游盐埕博物馆，基金会也为长辈安排脑力活化小游戏，一直到延缓以及有风湿地。基金会也希望透过活动，呼吁市民大众一同关怀周围的弱势长辈。建站18周年呢，我们带着长辈来在地的香肠博物馆，因为在访视过程中常常听到长辈缅怀过去，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让他有现在跟未来的记忆，然后我们带着香肠博物馆的复古场景，让他们回到以前的时光，然后让他们生活有更多的连结，促进了社会就是多接触的机会这样子。那也很感谢一路走来对我们支持的公家单位，还有善事以及义工的伙伴们的支持。因为这些团队的支持，让我们这些社会公益的善的循环呢，更加的有影响力跟慷慨力。华山基金会伫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天狮站，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，秉持着在地老化、社区互助等理念，为失医、失能、失地的长者免费提供教体服务，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，建立社区互助自助的模式。基金会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，做伙加入爱心的行列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